你知唔知有專家預測10年後有超過40% 嘅工種將會徹底消失？未來識用 AI 嘅人就可以指揮機器，但係咧唔識嘅人咧只可以俾機器指揮。如果咧你仲係停留喺 AI 關我咩事？AI 我冇興趣嘅心態，話你聽，淘汰可能只係一瞬間嘅事。記住，學 AI 唔係要你做程式員，而係要你掌握新時代嘅生存語言。Hello， 你好嘛？我係阿貝，多謝你收睇我嘅 AI 新手入門課第1集。咁喺呢個系列裏邊我會教你由零開始認識 AI， 就算完全冇接觸過嘅新手都一定睇得明。我一直相信要真正掌握一樣新事物，首先就要了解佢嘅起源、歷史同埋發展，咁你先會真正理解佢嘅核心，學起上嚟先會更加得心應手。所以今日第1集我哋會由 AI 嘅重要歷史時刻講起，再深入到佢嘅基礎原理同埋底層邏輯，帶你一步一步咁樣進入 AI 嘅世界。AI 全寫係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中文係人工智慧或者人工智能。簡單嚟講 ，AI 即係人工電腦機器模擬人類智慧嘅一個技術，包括模擬人類嘅學習、推理同埋決策嘅能力。咁好多人唔了解就可能會以為 AI 就等於機械人，但係錯啊！機械人只係 AI 嘅其中一個應用。依家最熱門嘅 ChatGPT 語言模型、影像生成技術、智能客服，甚至醫療診斷等等，都係 AI 嘅應用範圍嚟㗎。相信好多人都會以為 AI 係近10年先至開始出現嘅新科技，但其實 AI 已經發展咗超過70年。佢嘅歷史比起互聯網同埋智能手機係早好多添啊！如果要理解 AI 點解會變到今日咁強，咁我哋就要追溯返去1950年。1950年，英國傳奇電腦科學家阿倫圖靈 （Alan Turing） 發表咗一份震撼學界嘅論文，提出咗一個改變人類對智能理解嘅測試，就係圖靈測試。咁佢亦都稱之為模仿遊戲。咁佢設計呢個實驗目的就係想評核電腦可唔可以扮成人類。測試方法好簡單，測試員就係透過文字對話，分別同真人同埋電腦傾偈，但係佢唔知對面邊一個係電腦，邊一個係人，只係靠對話嚟判斷。咁如果測試員最尾分辨唔到嘅話咁電腦就算叫做通過測試，證明佢成功模仿人類。不過由於當時嘅技術仲未成熟，圖靈當時就冇真正進行實驗嘅，佢純粹係想透過呢個假設性推理去解答一條關鍵嘅問題，就係機器可唔可以思考？雖然今時今日已經唔係單靠呢個圖靈測試去衡量 AI 嘅智能，但佢提出嘅呢個測試帶嚟嘅影響係非常之深遠，因為佢令科學家意識到要通過圖靈測試 AI 唔單止要識答問題，仲要識理解同埋運用人類嘅語言。咁呢個概念係直接推動 NLP 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嘅發展，成為 AI 進步嘅關鍵。所以1950年嘅圖靈測試可以話係令 AI 概念首次誕生。不過當時科學界其實仲未有 AI 人工智能呢個詞語出現嘅，直到幾年之後呢個字先正式被定義啊。轉眼間，我哋嚟到1956年，當時一班科學家喺美國達特茅斯學院舉辦咗一場劃時代嘅學術會議。呢次聚會改變咗 AI 嘅未來。活動係由科學家 John McAfee 聯同 Marvin Minsky、Claude Shannon 等人發起。題外話，大家要記住 Claude Shannon 呢個名先啊。咁佢哋就係喺呢一個會議上邊第一次正式定義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呢一個詞語。AI 就係由呢一度開始。如果話1950年圖靈測試標誌住 AI 概念嘅誕生，咁1956年呢個達特茅斯會議就係 AI 正式成為一門學科，開啟 AI 科研時代嘅關鍵時刻。當年科學家對 AI 係充滿信心，並且提出咗多個研究嘅方向。不過因為有2個大問題，令到當時 AI 只能夠停留喺學術研究，未能夠真正應用喺真實世界。第一係當時電腦嘅運算力太弱啦，根本冇辦法支撐複雜嘅 AI 運算。第二就係數據量極少啊 ，AI 根本冇足夠嘅資料去學習。技術上嘅限制，最終就導致 AI 研究喺1970年代開始進入咗一段長時間嘅低潮期。
低潮話咁快就過咗幾十年，我哋一跳就跳到1997年，好開心 AI 終於等到電腦嘅計算力突破，開始發揮到真正嘅實力啦！呢場戰役就係 IBM 超級電腦深藍大戰世界象棋冠軍卡斯帕羅夫。深藍憑住佢可以每秒計算2億個有可能棋步嘅能力，最終成功擊敗人類，擊敗世界冠軍，震驚全球啊！只不過深藍咧嚴格嚟講咧就並唔算真正嘅 AI， 佢只係一部咧專門為象棋而設嘅超級電腦，佢係純粹依賴死計算，係唔識得舉一反三，亦都唔具備學習能力。直到2012年，科學家終於突破到計算模式嘅限制，令到 AI 第一次學識自己變聰明，開始真正具備學習能力。呢個革命性嘅突破就係深度學習。咁乜嘢係深度學習呢？簡單嚟講，就係 AI 識得透過大數據自動揾出規律，自動學習，就唔似舊時嘅 AI 係人類教一步，佢先識行一步嘅被動模式。不過其實深度學習呢個概念喺1980年代已經有人提出，但當時因為電腦太慢，數據量又少 ，AI 連貓同埋狗都分唔清楚，根本冇可能自己學習。然後眨眼間嚟到2012年。我哋嘅電腦運算終於都快過之前100倍啦，而 GPU 顯示卡都已經發展成熟。同時間，史丹福大學教授李飛飛又建立好全球最大嘅 AI 訓練數據庫 ImageNet， 裏面有超過1400萬張圖片，為 AI 提供足夠嘅學習素材。所以喺電腦運算速度提升同埋數據庫 ready 嘅情況下，造就咗加拿大科學家 Geoffrey Hinton 團隊終於成功利用深度學習技術實際訓練 AI， 開發咗 AlexNet。簡單啲形容 ，AlexNet 就係一種突破性嘅深度學習 AI 模型，能夠逐層咁樣分析圖片嘅內容，大幅咁樣提升電腦識別相片內容嘅能力。咁當時佢哋就係用 AlexNet 參加李飛飛舉辦嘅 ImageNet 挑戰賽。咁呢個比賽就係需要 AI 分辨 ImageNet 數據庫裏邊1400萬張相係屬於咩物件、咩類型、咩範疇。咁最終 Geoffrey Hinton 嘅團隊係取得84.7% 嘅準確率啊，遠遠咁樣拋離第二名用傳統 AI 方法嘅73.8%，係足足高出10%。呢個突破就係被視為深度學習革命最關鍵嘅轉折點啦。自此之後深度學習就令 AI 正式進入自己可以學習、可以自己變得聰明嘅新時代。咁後嚟出現嘅 Siri 同埋自動駕駛技術呢一啲都係靠呢個深度學習技術嚟打底㗎。2012年，深度學習技術嘅突破令到 AI 正式開竅，進入黃金時代。但當時AI 仍然有一個致命嘅弱點，就係語言理解能力極度有限，即係識睇嘢，但係聽唔明人話。特別係長句同埋複雜少少嘅對話，成日都會理解錯誤。例如呢一句：我想買一部 Apple 產品。如果係舊時嘅 AI，可能就會誤解成我想買一個蘋果。因為佢只係會單獨睇 Apple 呢個字，而唔會考慮佢係諗住產品呢個關鍵字。直到2017年，終於都再等到革命性嘅突破啦。當時 Google 嘅研究團隊發表咗一份劃時代論文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首創 Transformer。咩嚟嘅呢？唔係變形金剛。Transformer 係一種基於深度學習嘅 AI 架構，係專門處理文字、語音呢一啲序列型嘅數據。能夠徹底改變 AI 理解語言嘅方式。咁 Transformer 架構裏面最大嘅創新就係呢個自注意力機制 Self-Attention， 因為佢令 AI 具備咗之前冇嘅3大能力，包括第一，全面理解力。例如呢一句：我去咗巴黎旅行，嗰度真係好靚啊。咁 AI 就會知道嗰度係指巴黎。第二個能力，遠距離記憶力。AI 以前喺講完一句之後就會唔記得咗前面講咩。而 Transformer 就可以令 AI 理解到成篇文章嘅前後內容。第三個能力，結構分析力，佢會明白雖然但是呢一啲轉折嘅句式，因為 AI 以前係完全唔識處理㗎。咁 Transformer 就令 AI 識得分析裏面嘅語氣、裏面嘅語境，令到對話更加自然。總結2017年出現嘅 Transformer，令到 AI 嘅語言理解能力大幅提升。只不過當時嘅 AI 仍然局限喺普通人接觸唔到嘅技術領域。未能夠真正影響我哋嘅生活，所以 Transformer 只係一個開端，真正將 AI 對話能力推向巔峰嘅技術，我哋要去到2022年。
2022年11月30號，我會形容係 AI 發展歷史上最關鍵嘅一日，因為 OpenAI 正式向大眾發表 ChatGPT， 呢一日就係代表住 AI 走向全民時代嘅分水嶺啊！仲記得咧，以前用所謂嘅 AI 聊天機械人咧，你問佢嘢咧，只會得到死板嘅回應。喂 Siri， 我想問你咧，如果屋企太潮濕咧，有咩解決方法啊？ OK， 關於我想問你咧，如果屋企太潮濕，你有咩解決方法啊？我喺網上揾到呢啲結果。喂 Siri， 咁你最推介嘅方法係咩啊？ OK， 關於咁你最推介嘅方法係咩啊？我喺網上揾到呢啲結果，睇睇先。但係咧 ChatGPT 就唔只識回應問題，仲可以理解問題背後嘅意思，甚至主動提出建議，主動提出解決嘅方案。而重點係人人都可以使用，只要咧開個賬戶咧就用得，唔需要咧任何技術背景，唔需要寫任何 program， 只要用你最自然平時講開嘅說話咧，就可以同 AI 溝通。呢個突破影響力絕對咧係比互聯網同埋智能手機嘅出現咧嚟得更加之大。因為咧，佢徹底改變人類同埋 AI 嘅關係，同埋徹底咧改變緊我哋嘅生活。回想翻由1950年圖靈測試開始，到2022年 ChatGPT 嘅誕生 ，AI 用咗70年嘅時間，終於咧都進入全球每個人嘅生活啦。所以大家明白 AI 而家咁 hit，唔係因為佢第一次出現，而係佢第一次真正咁樣屬於所有人。咁我相信未來 AI 咧只會不斷進化，不斷咁樣推動世界加速向前。咁你準備好迎接呢一場 AI 革命未啊？講完 AI 歷史之後咧，我諗大家對 AI 嘅發展咧都有咗畫面，有咗概念。跟住我就想同大家介紹8個 AI 關鍵字。咁我覺得呢一 part 咧對大家應該都好有用嘅，尤其咧你同我一樣都唔係 program 底出身嘅話，因為喺接觸 AI 嘅過程之中咧，一定會經常見到呢8個關鍵字。但 AI 新手咧齋睇呢個字咧可能會唔明，同埋咧好多字都幾相似，會令人覺得好混亂啊。因為我咧就係經歷過呢個混亂嘅階段啦。咁但係而家咧我都算係梳理好咧，都算明晒㗎啦，可以用最淺白嘅方式解釋俾你哋啊。第一個關鍵字就係話咁快又再出場嘅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因為呢個字咧太重要啦，需要講多幾次啊！記唔記得佢就係2012年 AI 突破性發展嗰個關鍵技術啦。深度學習令到 AI 咧唔需要咧再人手一步一步咁教，而係喺個大數據裏邊自己用翻個規律自己摸索。例如 Face ID 可以精準咁樣識別你個樣 ，Tesla 嘅自動駕駛、社交媒體嘅演算法推薦，同埋 ChatGPT 背後都係用深度學習嘅技術嚟運作噶。咁每一個關鍵字我都俾翻啲例句大家。因為我知道咧，單靠呢個概念解釋咧，你未必會即刻理解。咁透過啲例句，你可以見到呢啲詞語係 AI 文章或者新聞咧點樣出現。咁相信可以幫到你更快掌握。大家可以 pause 咗條影片慢慢消化噶。好，係咪明晒啦？但係咧，深度學習背後其實仲有一個關鍵字。神經網絡 Neural Network 係剛才深度學習裏邊最核心嘅技術，可以理解為 AI 嘅大腦學習架構，用類似咧人類大腦裏邊神經元嘅方式學習，會一層一層咁樣咧拆解資訊。咁傳統嘅神經網絡咧只係得1、2層，學習能力有限啦。而深度學習咧就係擁有多層嘅神經網絡啦。例如 AI 咧要識別貓同埋狗，佢會透過深度學習嘅多層神經網絡逐層分析。第一層先睇個基本特徵，例如個邊緣啊、線條啊同埋顏色。咁中間嗰層咧就會睇複雜嘅特徵啦，例如毛髮、耳朵嘅形狀。咁最後一層就會綜合翻所有嘅資訊，得出翻佢嘅結論。呢一張相係貓嚟嘅。咁大家記住啦 ，AI 咧唔再淨係識得死記爛記，而識得增值分析、推理學習，係因為佢學識咗深度學習。而深度學習嘅背後就係靠呢個多層神經網絡架構嘅技術啦。第三個關鍵字 Transformer， 冇錯，又係出現過啦，因為太重要，所以想解釋深入少少俾大家。剛才解釋咗深度學習係 AI 嘅學習方法，而深度學習裏邊最核心嘅技術就係佢嘅多層神經網絡架構。而唔同嘅 AI 應用背後用嘅多層神經網絡架構咧都唔同噶。例如果 AI 咧主要係用嚟識別相片、人臉識別呢啲咧，就會用一種架構叫做卷積神經網絡 CNN， 係專門處理圖像嘅。咁 AI 繪圖用嘅架構咧就叫做擴散模型 Diffusion Model， 咁佢就令 AI 咧可以逐步咁樣生成圖像。咁如果 AI 要理解語言嘅話，咁嗰個架構叫咩啊？冇錯，就係叫 Transformer 啦。有冇即刻通咗啊？所以 Transformer 咧就係 ChatGPT 等等大型語言模型背後嘅多層神經網絡架構啦。
專長就係語言處理，解決咗 AI 咧之前聽唔明人話嘅問題。ChatGPT 而家可以做到真正嘅對答、寫作、翻譯，甚至幫你寫曲，背後全部都係 Transformer 嘅功勞。NLP 全名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中文自然語言處理，講緊嘅係 AI 處理語言能力嘅總範疇。AI 咧一開始咧係唔識人類語言噶嘛，佢只係識得數字、識得代碼，完全唔識文字。咁要令 AI 咧真正識聽、識講、識聽得明人類嘅語言咧，就要靠 NLP 啦。咁 NLP 咧其實已經存在幾十年，佢係涵蓋咧好多個領域，包括語音識別、機器翻譯、文本分析同埋語法分析等等。簡單嚟講 ，NLP 咧即係成個 AI 語言技術嘅總稱，所有 AI 嘅語言能力咧都係屬於 NLP 嘅範疇。但一開始嘅 NLP 係有一個重大局限，就係咧淨係識得逐個字咁分析，完全咧唔識理解咧成個句子之間嘅關聯。咁我要問大家啦，喺到幾時咧先開始產生突破？幾時咧先可以令到而家嘅 ChatGPT 可以明白到成篇文章、成個長句子嘅前文後理咧？答案咧，我真係唔想重複3次啊！如果你答我唔到嘅話咧，我一定好傷心會喊啊！因為咁樣證明我能力不足，解釋唔到俾你聽啊！然後我哋講 LLM 大型語言模型 Large Language Model。咁 LLM 咧就係指基於 Transformer 架構，再用海量數據訓練出嚟嘅 AI 語言模型。例如 ChatGPT、Claude、Gemini 全部都係基於 LLM 運行嘅 AI 聊天機械人，每一款咧都用緊自己專屬嘅 LLM， 每一個 LLM 大型語言模型嘅背後咧都擁有超大規模嘅知識庫。我會形容擁有 LLM 就等於身邊多咗一個擁有全世界知識嘅 AI 好助手、好拍檔啊！接下來嚟到第6個關鍵字就係 Generative AI 生成式 AI， 即係代表識創作內容嘅 AI 技術。我知道咧好多人咧都會誤會生成式 AI 咧只係指 ChatGPT、DeepSeek 呢類 LLM 對話型嘅 AI， 但其實咧生成式 AI 嘅範疇咧係好大，仲包括生成圖片、音樂、影片，甚至 3D 模型等等等等。例如 Midjourney 可以生成 AI 圖片， Sora 可以生成 AI 嘅影片， Suno 可以生成 AI 嘅音樂。呢一啲都係生成式 AI。咁喺我學習 AI 嘅過程裏邊咧，就買過好多書同埋借過好多書嚟睇啦。然後咧，我發現咧好多書名咧都包含呢個 AIGC 嘅字眼喎。咁嗰陣我就好疑惑啦，咩係 AIGC 啊？AI 嘅 CG 教 CG 㗎呢本書。後來我查返，原來 AIGC 嘅全名係呢個 AI Generated Content， 咁我就即刻明晒啦。即係咧透過 AI 生成嘅內容咧就係 AIGC。例如用 ChatGPT 寫嘅文章，用 Midjourney 生成嘅影像，經 Sora 製作嘅影片，呢啲都係 AIGC。剛才講嘅生成式 AI Generative AI 咧就係 AI 嘅技術，而 AIGC 就係技術之下產生嘅作品。好，輪到最後一個關鍵字出場 AGI。咁呢個字係咪同之前嗰個 AIGC 好相似呢？我之前都混亂過啊。但其實咧佢係兩樣完全唔同嘅嘢嚟㗎。AGI 全名係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中文係通用人工智能。咁細心啲睇，佢就係 AI 全寫裏邊多咗 General 呢個字喺中間。AGI 呢個字好勁㗎，因為佢唔係指一種咧現有嘅技術，而係代表 AI 研究領域追求嘅終極方向啊。簡單嚟講 ，AGI 就係希望 AI 唔再局限於單一嘅工作，而係擁有人類級嘅智慧，全面咁樣適應世界，解決任何挑戰。好多人咧都誤以為 AGI 咧已經實現咗，但其實咧依家嘅 AI 咧只係擅長特定嘅任務，例如 ChatGPT 就擅長寫文 ，Midjourney 咧就擅長畫畫 ，Tesla 嘅 AI 咧就擅長駕駛。佢哋各有所長，但如果換個場景咧就未必識應對。咁你明啦 ，AGI 嘅終極目標、終極方向咧就係打造一個萬能 AI。咁如果我再講白啲咧，我會形容 AGI 咧，即係希望未來每個人身邊都有一個哆啦 A 夢，擁有全功能嘅 AI 智慧，幾乎咧所有嘢咧都幫到你。哇！哆啦 A 夢嘅世界未來真係有可能？
我都唔知，但我知道 AI 咧而家每日咧都突破緊佢嘅極限，科技嘅發展咧而家咧真係遠超乎我哋嘅想象，未來咧一定會帶嚟無限嘅可能，我哋一定要拭目以待啊！嗱，咁 AI 8個關鍵字就已經深入淺出，再淺出深入咁樣介紹晒俾大家啦。聽完之後咧，如果你仲係一頭霧水嘅話咧，都係正常嘅，因為呢啲字咧出現喺你嘅世界嘅次數咧唔夠多。但如果你繼續留意 AI、學習 AI 咧，呢啲詞語一定會不斷咧出現喺你面前。咁到時咧就記得翻嚟睇呢條片，包你會叮一聲，即刻明白晒。當然啦 ，AI 世界咧仲有無數嘅關鍵字，好似呢啲等等等等。咁但係咧呢啲就遲啲再分解先啦。而家咧消化好最關鍵嗰8個先啦。咁然後咧講到呢度，唔知你會唔會諗，其實你最想知嘅關鍵字係 ChatGPT、DeepSeek 呢一啲大型語言模型，你想了解佢哋嘅運作，知道佢哋嘅背景，放心，我會下一集咧同大家詳細解說。今集咧就首先打好個底先。今條片嘅最後，我想介紹埋3個 AI 關鍵人物俾大家。認識多少少佢哋，你就會更加清楚 AI 點解會發展到今日呢一個地步啊！第一位 Sam Altman， 相信大家對佢都唔陌生啦。OpenAI CEO 就係佢帶領團隊開發 ChatGPT， 令到 AI 唔再係一種遙不可及嘅高科技，而係全民都可以用到嘅技術。咁 Sam Altman 本身咧就唔係科學家，而係創業家，一直都係矽谷創科圈裏邊公認嘅天才人物。佢19歲咧就輟學創立咗 Loop，一間提供手機定位服務嘅初創公司，營運7年之後成功出售。之後佢成為全球最頂尖創業投資機構 Y Combinator 嘅 CEO， 親自培育過 Airbnb、Dropbox 等等嘅矽谷巨頭，擁有極強嘅科技前瞻視野。2015年 Sam Altman 就參與支持 OpenAI 嘅成立，希望推動安全惠及所有人嘅 AI 技術。並於2019年正式成為 OpenAI 嘅 CEO， 全力推動 AI 嘅研究。佢最厲害嘅地方就係佢有強勁嘅洞察力，夠早睇中大型語言模型 LLM 嘅潛力。當仲未有 ChatGPT，OpenAI 純粹透過 Transformer 技術訓練出當時最強嘅 AI 語言模型 GPT 嘅時候， Sam Altman 就即刻意識到，如果呢種技術發展得夠成熟， AI 唔單止可以理解語言，仲可以同人類自然對話，顛覆未來嘅工作模式。就係憑住呢個戰略眼光，佢決定推動 OpenAI 研發對話式嘅 AI 助手。最終2022年11月30號 ChatGPT 正式誕生。由呢一刻開始， AI 由科幻變成現實，正式融入我哋嘅日常生活。所以 Sam Altman 唔單止帶領 OpenAI 嘅成功，更加係推動 AI 由科技圈走入全民生活嘅關鍵人物啊！相信你哋都仲記得嘅，我剛才就提及過2012年就係深度學習突破嘅一年。咁喺呢一年咧，有2個關鍵人物嘅出現。第一個就係史丹福大學教授，有 AI 教母之稱嘅李飛飛，因為佢創建咗大型圖像數據庫 ImageNet， 裏邊一共有1400萬張標籤分類好嘅圖片，令到 AI 學識點樣睇世界，推動咗電腦視覺技術嘅發展。但其實咧喺2006年，當李飛飛開始構想呢個計劃嘅時候咧，幾乎係冇人睇好，冇人支持㗎。當年 AI 主要係用幾千張到幾萬張圖片去做訓練，而李飛飛竟然話係要標籤1400萬張相，建立史上最大嘅圖像數據庫。呢個想法喺當時幾乎係天方夜譚，冇人覺得係有必要咁樣做。但李飛飛佢堅信 AI 唔夠聰明，問題唔係喺演算法嗰度，而係數據量唔夠啊！佢相信要改變 AI 就必須要俾 AI 足夠多嘅學習素材，令佢真正學識睇呢個世界。但問題嚟啦，1400萬張相點樣可以快速標籤分類好呢？於是佢諗到一個方法，就係利用 Amazon 嘅 Freelance 平台去招募全球嘅標籤員，將大量嘅標籤工作拆分成細小嘅任務，俾唔同嘅標籤員逐張去分類。最終堅持咗3年嘅時間，喺2009年，李飛飛成功完成咗1400萬張圖片嘅標籤啦，建立好史上最大嘅圖像數據庫 ImageNet， 令呢個不可能嘅任務變成現實。但問題又嚟啦，雖然1400萬張圖片嘅數據終於搞掂好，準備好，但當時 AI 嘅算力係仍然未夠 ，AI 傳統機器學習嘅方法仲未有辦法真正發揮 ImageNet 嘅潛力，咁點好呢？所以李飛飛就喺2010年決定舉辦 ImageNet 挑戰賽，
邀請全球 AI 研究者利用 ImageNet 嘅數據訓練 AI， 挑戰 AI 喺影像識別嘅準確率達到更高嘅 level。咁頭兩屆咧，大部分嘅參賽隊伍咧仍然係用緊 AI 傳統機器學習嘅技術，所以準確率方面咧未有重大嘅突破。直到2012年第3屆比賽嘅舉辦，突破終於嚟臨啦。講緊嘅當然就係 AI 發展轉捩點提及過嘅大事，2012年深度學習技術首次爆發。呢個時候第3位 AI 關鍵人物出場，佢咧就係有深度學習之父稱號嘅 Geoffrey Hinton。記唔記得佢咧？唔記得咧就 remind 大家一次。2012年 Geoffrey Hinton 團隊用深度學習神經網絡模型 AlexNet 嚟訓練 ImageNet， 將識別影像嘅準確率大幅提升至 84.7%， 相比傳統方法足足提升咗超過 10%。就係因為 Geoffrey Hinton 團隊嘅呢個突破，正式揭開深度學習革命，改變 AI 歷史。但其實咧喺2012年之前，Geoffrey Hinton 已經堅持咗研究神經網絡超過30年，而呢條路咧一直都唔被睇好。當時大部分學者認為神經網絡冇用 ，AI 應該係要靠傳統嘅規則算法。但 Hinton 堅持認為人類透過大腦神經網絡學習 ，AI 亦都可以模擬到出嚟。但都係嗰句啦，當時嘅電腦計算能力咧實在太弱啦。即使 Hinton 證明到神經網絡可行，但呢一種需要大量數據訓練嘅 AI 學習方法咧，當時仍然係未能夠獲得主流學界嘅認可。但好彩 Hinton 同李飛飛一樣，從來都冇放棄過佢嘅信念。李飛飛堅持數據係 AI 嘅燃料 ，Geoffrey Hinton 堅持 AI 要模仿人類嘅大腦學習。而喺2012年，呢兩個堅持終於一拍即合。Geoffrey Hinton 嘅 AlexNet 令到 AI 終於學識睇世界。And then the results came in. That evening phone call or email, I really don't remember, came in. And I remember saying to myself, darn it, Jeff, now I have to get a ticket to Italy. Because I knew that was a very significant moment, especially with a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which I learned as a graduate student, as a classic, algorithm. But you didn't come. No, I hadn't. Well, it was a grueling trip. But did you know that would be a historical moment? Yes, I did actually. 呢個突破令深度學習成為日後 AI 研究嘅主流方向，影響至今。所以 Geoffrey Hinton 亦都有深度學習之父嘅稱號。今日我哋用緊嘅 AI 科技背後其實都係 Hinton 30幾年堅持不懈嘅研究成果嚟㗎。而 Geoffrey Hinton 最近仲拎咗202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諾貝爾獎委員會表示，佢嘅研究成果令到 AI 可以喺大型數據集裏邊揾到規律，推動物理學同埋 AI 科技發展，對世界作出咗重大嘅貢獻。咁3個我認為最重要嘅 AI 關鍵人物就已經介紹晒俾大家啦。如果用一個比喻嚟形容呢3個 AI 關鍵嘅人物，我就會話李飛飛就好似建造 AI 地基嘅人，佢一手一腳建立嘅 ImageNet 令到 AI 具備視覺能力，成為深度學習革命最關鍵嘅催化劑。冇 ImageNet AI 就冇足夠嘅數據學習，根本認識唔到人類世界。Geoffrey Hinton 就係打造 AI 引擎嘅人，佢發展嘅深度學習技術令 AI 真正識得自己學習、自己進步，推動 AI 從理論走向現實。而 Sam Altman 就係將 AI 開車送到去你屋企嘅人，佢令 AI 唔再局限喺科技圈，而係變成你每日都用到嘅 ChatGPT， 令 AI 普及化，進入全民時代。佢哋3個一環扣一環，令 AI 由識睇去到識學習，再到識溝通，一步一步進化到今時今日呢個咁厲害嘅程度。咁當然 AI 嘅發展仲有好多人嘅參與，可以話 AI 發展係全球人才共同努力嘅成果。未來可能連你都會成為推動 AI 嘅一份子啊！咁好多謝大家睇片睇到尾，我都好開心我完成到呢條片啊，因為我真係花咗好多心機、好多時間。係啦，希望大家都對 AI 有咗一個最基本嘅認識啦。我話嘅學識 AI 絕對可以令你未來生活變得更方便，令你人生產生更多嘅可能性。咁我嘅 AI 新手入門課第2集好快就會推出，記得密切留意啦。咁我哋下一集見啦，拜拜。